近年秀林乡辖内国小推展足球运动盛行，为提供更优质的运动环境及风气，本乡114年6月14日、15日与本乡乡立运动场及秀林国小办理秀林乡乡长杯足球锦标赛，并于6月14日在富士乡立运动场办理开幕仪式。秀林乡长王玫瑰、各区乡民代表、村长皆一同到场参与盛会。感谢所有的选手，也感谢所有的家长，更感谢所有今天与会的贵宾。你们的支持将是秀林乡公所最大的动力。希望大家发挥团队的精神，来争取最高的荣誉。祝今天的活动顺利完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本活动竞赛既有辖内各村筹组6队，国小组有5所学校分级组成14支队伍，共计250人参加。其中获得冠军的队伍能获得1万元奖金，另设有金球奖、金靴奖、金手套奖等个人奖项。本次赛事吸引来自乡内足球队伍、球迷一同参与，也借着体育活动的推展，带动秀林乡运动风气，促进族人身心健康。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。